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南投的德山，当地有一个真出名的彩绘景点，伫个5日节的连假来真侪游客。这头家事后咧整理园区的时阵，发现讲开100多万雷设的一个彩绘壁，破一大坑大坑。调出着监视器，才来发现讲，原来是有一对这个男女游客伫翕相的时阵，这个男子爱电做出一个飞起来、踢出去的动作，结果真正把这个彩绘壁踢破去了。娱乐区内面一对男女伫彩绘4D 的壁伫遐翕相，这查甫人想要摆出一个飞踢的姿势，爱因这个女朋友甲翕落来，结果一个冲进前，这查甫人一个踢到壁随破坑，伊的骹佫卡掉咧。砰，然后就上去就砰就破掉了，太逼真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太逼真。这查甫人一个踢破壁，行一条佫过来检查。南投德山这个游乐区是出名的彩绘景点。5日连续假期有真个观光客来咧参观，业者事后整理园区时，发现讲壁破一坑，调这个监视器，才发现讲是互游客踢破去的。没有必要这样子吧，他可能想要就是夸张法，结果有点过度。台湾人的素质要加强，对。The people need to respect everything. 当初游乐区业者是开几百万做这面4D 的彩绘壁，这个坑至少有30乘40公分，起码都要开差不多5万块修理。游客非常进出非常多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去特别留意。然后我们其实是不会追究客人的责任。水水壁破一坑，其他游客嘛看甲嗨头，要么业者无要追究责任，甲人毋望讲大家翕相时要注意安全，毋通阁做出危险的动作。